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d th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好，请 PPT 甲咱用到第4节吼。第4节吼，遮有写讲西拉兵跪落伫主的骹前，基路兵无困相请吼。啊，咱现在敢知影西拉兵是啥？是7-11的迄个斯勒兵吗？啊，毋是吼，是迄个西拉兵。有谁知影西拉兵？西拉兵是迄个萨拉佛吼，萨拉佛出现伫以赛亚书6章第2节到第6节吼，伊是徛伫主的身边吼，右边甲正边有一仙吼，啊伊有6个翅膀吼，2个翅膀放伫目睭前，啊2个翅膀伫飞，2个翅膀是伫骹前吼，啊基路兵就是基路伯吼，所以这就是。你讲这个天使天君哈，好，咱准备咱的心来准备今仔的礼拜哈。咱来唱这个。礼拜时间已经到吼，咱将咱的行动的电话关机，安静心来敬拜上帝。听福音静声。
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伫伊爱得到，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看伊的阳光，照亮伊的殿。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按钱保护我，伫伊的场位内，将我放伫伊布边看捌的所在，举起我伫石盘顶。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我要吟诗，也要唱歌学乐耶和华。三角内因上言甲应答的诗，圣诗494首，世间众人拢着点睛，请起立因转首。咱犹原徛伫用主祷文来告别咱的信仰。主祷文：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得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咱甲来交托启应文第37篇，马太福音第6章。现在我来客，请兄弟来引启应文第37篇。无得看入恁的性命，要食什么，要啉什么。恁的性命减无较大伫美娘。试看
天中的飞鸟。恁的天父也得赐因。恁什么人回应看路，互性命较长一刻久？试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若是我甲恁讲，当所罗门结行伍的时，搭山里的草，今仔日伫地，明仔日撇伫火炉，上帝互伊穿到安尼。所以无得看路讲，阮要食甚物，要啉甚物，要穿甚物。独独大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所以目的为着明仔日看路，做声一日的艰苦，伫一日到夜。啊，咱同心阿头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你是赏赐阮活命的饼，是对天顶降落来的美娘。阮因为食你的肉，啉你的血，就有永远的活命。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无行伫黑暗。你的话语也是阮脚前的灯，顶路上的光。我靠你的话，伫你的真道当中生活，无转向虚假甲不义。你阁是道路、真理甲活命，是迄个唯一的性命的道路。信靠主，才会当，阮才会当到爸遐去，会当甲上帝国和，做伊的囝儿。得到属天的产业甲愿望，主啊，阮真是感谢你。主啊，伫新的年度，阮愿望会当坐坐读圣经，无论是参加教会的4年的读经计划，也是伫上年妇女、兄弟、社青、四海读经班内面接受查经的装备，拢求主大能的手扶持带领的同工以及参加的兄弟，互因拢较无主的话语，每一日亲近主，生命更新，成长有大快乐，经历主的恩典。阮也要做做祈祷来见证主对阮的疼，将阮心中的欢喜甲忧愁，拢交托给上帝。常常欢喜，祈祷无煞，凡事感谢，因为阮要伫祈祷当中，甲上帝你相拄，伫祈祷的当中纪念上帝对阮的恩典，追求上帝对阮的旨意，并且学习谦卑、顺服主的带领。阮也愿望会当人传福音，合适主的门徒，互主差派出去人传福音的款式，佮亲像主的门徒腓力，今后招呼人，引带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上帝将劝人甲主和好的这份赏赐互阮，上帝佮将阮每一个人放伫无同的社会阶层甲职业，拢有伊美好的旨意。阮着伫逐所在把握机会，人传福音，伫阮的家庭、工作的所在、教会当中，甲教会四周围的社区，诚做福音的桥梁甲和好的使者。阮也愿望会当搁较关心阮的兄弟姊妹，伫基督的内面纪念彼此，用电话甲探访彼此连结。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伫主内面合一，诚做一体，用和平三结连，彼此谦顺温柔，互使阮当中身体无事事，心中有忧愁的肢体。安尼服侍伫兄弟的心上，就是服侍上帝咯。
阮也为着各团契新任的会长，以及17位的长职、15位的小组长祈祷，求上帝大能的手推动事工，保护并且亚坎所有的同工，合适主耶稣奴仆的心。因为人主教毋是要册用人，是要互人册用，为心来赎回济济人。求主扩展阮的境界，带出更加有生命影响力的事奉。阮伫遮献上虔诚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正歌队要用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带了咱来学乐上帝。
愿咱拢行伫上帝的光道路顶面，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51节甲58节。台语汉译本第112页，也即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译本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51节。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即个饼，就活到永世代。搁我所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的活命，才赏赐的。对安尼，犹太人三更讲，即人太袂用伊的肉互咱食。耶稣就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恁若无食恁主的肉，无啉伊的血，就恁的内面无我。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有永活，活日我要互伊过活。我的肉是真的食物，我的血是真实通啉的。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伊踮伫我，我也踮伫伊，亲像我的爸找我，搁我对爸来活。食我的，爸对我来活，也是安尼。这就是对天降落的饼，毋是亲像列祖会食玛纳也死去。食即个饼的人，要活到永世代。今仔日王秘书牧师要甲咱正道的信息是无。大家还在平安，大家还在shalom， shalom， 米糊米桑，在座敢有人听过米糊米桑？有不能煮哈。为什么特别用这三种无共款的问安的方式吼？甲今仔日的题目佫有啥物关系？昨大家毋知影有困好无？有吼。昨阮的青少年团契活动，就是邀请辅导甲青少年做伙来看开票，而且做伙来开讲一个信仰甲政治之间的关系吼。这个代志，互我真深的印象，因为煞食一个问题，就是要安怎做伙共道，佮好好来讲话，甚至共道好好来食饭。因为坦白讲，我知影，阮伫选前拢无讲啥物物件，伫选后了后，其实开始讲起彼此的选择是啥物，就知影无共的人之间有真无共款的意见。一个家庭中间有当时嘛为着这来起纷争，所以要安怎个做伙共道来食饭，共道来讲话即件代志，诚做今仔日毋知在座吼转去了后，是毋是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要安怎甲厝内底的人佮做伙来共道来食饭。真趣味，我咧定这个题目的时阵，我真正无想到是大选后的第一天吼，也毋过即个题目今仔日要互咱一个真深的教导，就是咱看到何即字正边是啥物？喙，倒边是啥物？何是啥物物件？
牛啊，敢是？台湾人的食米主要是啥？胖、披萨，毋是哦，米条嘛毋是。台湾人主要的食米是啥？是米。所以这里讲起一个要紧的代志，搁好，头我张老有记得着，咱有一个积分，要引带人甲上帝搁好，这个做和平使者的积分，足侪好伫这内底。伊上核心的意义，就是会当做伙坐落来，做伙食一喙饭，做伙来食饭。这件代志诚做真大的挑战。也毋过，这个挑战介要紧，因为会当做伙食饭这件代志，毋那是咱受着挑战，其实伫耶稣的时阵，伊就是安尼。咱对请安的方式，咱嘛会当看到这个民族的精神。头我有讲到 shalom 对不对 ？shalom 伫希伯来文内底是啥物意思？嘛是平安，嘛是和平。布农族的弥呼米上，大家知影是啥物意思无？哦，一句讲出来，大家惊着。你阁有咧喘气无？一个民族若三正面的时阵，就问讲：你敢阁有咧喘气？你就知影伊的挑战是啥？有今仔日后一秒可能就再会安休啊！这个民族若见面就讲平安，你就知影伊面对的是啥？无平安的世代，无平安的环境，无平安的生命处境。其实，伫咱日常生活中间，咱看到咱的厝边头尾，咱讲咧问安的时阵，讲的是啥？食饱未？食饱未？伫教会咱才讲平安，对毋对？伫一般社会内底讲的是啥？食饱未？为什么用这句话来做请安呢？食饱未？表示啥？以前食袂饱。咱捌有过食袂饱的时阵，我是67年次吼，就是1978，所以对我出世了后，我毋捌有一天是食袂饱的。也毋过伫这进前，咱在座可能有真侪兄弟捌经验过，啥物叫做食袂饱。所以食饱未，伊是一种迄时台湾人民面对的真正的状态。啊，若会当回答讲食饱，哇，这实在是一个好命的状态。对咱即摆的人，可能真恶伫想象，也毋过对捌过散车的日子，咱的长辈即句食饱未，问的是甲一个人性命有关的大问题。因为迄当阵一个人若为着上基本的生活来拍拼，在顾腹肚的即个问题，腰腹肚营养不良，活袂落去，是即句食饱未后壁稳重的目屎，甲生活的现实。对台湾人的即句食饱未，咱若要来看今仔日的经段，约翰福音的经段，其实咱会当有真坚固的基础，会当理解。因为伫耶稣的迄个时代，以色列人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侪人失去家己的土地，对种家己的田，变成做替别人种田的请工。迄当阵掠鱼的人比种田的人爱纳搁较侪的税金。咱会当对加利利湖的另外一个名提比利亚湖会当了解。迄当阵分封的王小希律安提帕斯，为着要巴结罗马帝国的盖萨提比留，就伫加利利的海边起一个圣都，用皇帝的名来为这个圣都号名，伊叫做提比留城。你亲像伫台湾四界拢有中正区、中正路，而且遐个路往往拢是上好的所在。台北市上有价值的区伫倒位？大家敢知影？啥物区？啊，信义区哈，还是即马？搁较古早是啥物区？中正区有一区哈，中正区是啥物？是行政的核心甲中心的所在。2000年前、2000年后，以色列台湾帝国的策略毋捌改变，也是同款。所以遐个区、遐个路拢是上好的所在。这个小希律王真惊这农夫起来造反，所以咧开始去扣掠鱼的税。
所以基层的人，因的生活非常的艰苦，除了爱纳罗马帝国的税，阁有一个啥物分封的王的跋涉。头壳有讲到，伊要巴结帝国去起城，起城是爱啥苦对倒位来，对人民来。毋过，若要到圣殿内底的时阵，佮爱纳啥物圣殿税？一个人一只羊8三解，互帝国、互分封的王，佮互家己的宗教系统，一层一层来扒。所以食袂饱，腹肚爱顾好，这是非常普遍的生活经验。伫今仔日的即个经文的头前，第6章的开始，记载的是4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着新约5块饼、2尾鱼的故事。当耶稣咧解说什么是天顶降落的饼，若是用台湾人的脉络来讲，就是什么是天顶降落的美娘。咱会当看到，伊是对上实际人民的艰苦的生活的处境中间来开始的。5块饼、2尾鱼的故事中间，大家敢知影？迄个摕5块饼、2尾鱼来到耶稣面前的迄个是啥物人？有印象无？是一个啥物人？是一个啥物人？囡仔，请问伊敢有记载伊的名？无。请问伊献5块饼、2尾鱼是啥物款的物件？伫迄当阵，迄是毋食物的物件，因为耶稣基督的祝祷，上帝的大开力。大家注意到，讲互5000个啥物人食饱？查甫人，一个囡仔所献的毋食物的食物，经过耶稣的祝祷，互5000个查甫人食物食饱。毋若食饱呢，阁有剩到底满12个人。新约伫约翰福音内面，拢是用记号这个字，表达出新约毋若是超过人的想象，超过自然的作为，阁较要紧的，新约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互咱看到上帝甲咱做伙。通过这个5块饼、2尾鱼的新约这个记号，咱看到上帝甲咱做伙。对食袂饱才是正常，食会饱才是无正常的温度。以及迄当阵，侪听耶稣讲道、跟对耶稣的人来讲，经验到这个新约了后，因看到的是啥物？是上帝甲因做伙，还是看到一张长期的饭票的保证呢？毋知影。会当确定的是，对因逐种无共款的反应，咱会当看到因安那看待这个新约。有的人就开始要逼耶稣做王，期待讲咱甲即马这个政府甲伊推翻，安尼咱就会当食饱。迄个愿望真细真微微。有的人开始甲耶稣直接对话讨论讲，安尼，请你甲迄个永远食了永远就袂阁枵的食物，互阮。所以对25到55节，耶稣讲：我就是天顶降落的饼，我就是天顶降落的米流，要互食的人，就是信的人，食了永远袂死，食了有永远的活命。耶稣讲所赐的这个食物，是伊家己的肉，是伊家己的肉体，为着要收拾世间人性命。这个以色列人食的玛纳无共款，伊食玛纳了后也是死啊。耶稣伫犹太人的领袖议论伊，哪有可能将你家己的肉互因食了后，讲出更较刺激的话语，讲若无食我的肉，无啉我的血，无性命伫你的内面。煞了，佮讲只有食我的肉，啉我的血的人有永远的活命。耶稣的话伫末日叫伊个活，耶稣会伫末日叫伊个活。到55节，伊佮重新强调，我的肉正讲会当食，
我的血正港会当啉，伤过要紧啊！所以耶稣讲3遍，伫56节，伊就进入上重要的所在。因为这段食肉啉血的经文，初代的基督徒，特别是宣教师来台湾初代的时阵，真做人民的塔解，讲哎呀，这是一个食人肉、人血的宗教，足恐怖。因为安尼来甲遐当时宣教的人抓去关，真正是要食耶稣的肉、吸耶稣的骨、啉伊的血呢。当大家咧看到遮尔刺激的话语甲经文的时阵，毋知伊安怎想？食耶稣的肉、啉耶稣的血，就真正有永远的活命呢？即话安怎讲？当你食一个物件了后，耶稣就伫伊的内面，伊嘛要伫耶稣的内面。当咱食耶稣的肉、啉耶稣的血，比拼的是咱伫耶稣的内面，耶稣嘛要伫咱的内面。咱要对耶稣、对永远的爸遐来的性命，耶稣通过永远的爸来活，咱嘛要因为耶稣通过永远的爸来活。请问这种性命，甲以色列人食玛纳有共款，还是无共款？伫以色列人出埃及历史记伫中间，玛纳是因伫旷野漂流40年，无米通食，开始咧笑想埃及有肉有饼通食的时阵，上帝亲身赏赐予因呢。是上帝养饲以色列人，以赐以色列人活命的食物，嘿，玛纳。当因捡起来的时阵，讲玛纳什么意思？这是什么？出埃及记中间，以色列人捡起来是讲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同在立例的记号。所以食过玛纳的人，就是体验上帝同在的人。耶稣是新的活命的美娘，伊同款嘛是对天顶来降落，是天父赏赐互遐个看见耶稣的相信的人。不过耶稣甲玛纳无同款的所在是啥？就是啉食耶稣的肉甲血了后，人永远袂枵。人会饱足，人有永远的活命。更较要紧的就是，人就有耶稣的活命，人就有上帝的活命伫伊的内面。经文讲，信的人伫耶稣的内面，耶稣伫信的人的内面，这种互相带伫内面的活命，坦白讲，就用咱的空间、时间的想法来想，真学地了解。我活伫耶稣的内面，耶稣活伫我内面。拍摄我看到以利，对不对哈？我可以这样说吗？我活在以利里面，以利活在我里面。当我安尼讲的时阵，你可能感觉无输起笑啊你。什么叫做我活伫以利内面，以利活伫我内面？也毋过伫遮，耶稣的活命伫咱内面，咱信的人伫耶稣内面。这种互相伫对方内面的性命，表达的是讲，你的内面有我，我的内面有你，这款联合的状态，迄是一种真亲密，无分你甲我，上时阁有你甲我的关系。上帝甲人的关系，对玛纳的同在立例的记号，到耶稣的时阵，亲身带伫人的内底。永远的爸上帝，将家己缩伫人有限的肉体中间。第一个是道成肉体，第二个真趣味，就是看见信伊佮接待伊的人。那要讲起永远我的上帝，另外一个要紧的代志，伫出埃及记第3章15节到16节中间，上帝启示摩西讲，伊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上帝，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伫路加福音20章38节，耶稣咧回应撒都该人，搁我的问题的时阵，直接讲起
上帝毋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在上帝看，人是活的，所以遐会归属伫上帝的人是永远活的。所以伫今仔日，若照即个逻辑去继续讲，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上帝是王美术的上帝，上帝是偌丢了的上帝，上帝是你我，你即马就甲你的名字倒入去，是你的上帝。你讲这有啥物要紧？这非常要紧，因为所有啉食耶稣的血肉，接受耶稣永远活命的人，就得到永远的被上帝的纪念。咱伫上主的眼中活的，不管以后咱的形体成做什么款的状况，不管你是健康，你是失灵，你是残障，你是欠目睭，还是欠一支脚，你是活的，你有永远上帝所守护的活命。就算有一天人登去土粉的形质，对人的眼光来看，迄是死的；在上帝的眼光来看，永远活的。这是永远活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是你甲我的上帝。兄弟姊妹，咱来下记得，这个永远活命的意思是指，咱伫上帝的眼中活的。第二个无共款的所在，玛纳甲即个耶稣的即个活命娘有啥物无共款？出来记16章31节安尼讲，玛纳亲像原水灵，伊的色质是白色的，伊的滋味亲像掺米，是咧掺米掺米的饼。对比耶稣即个生命的饼甲米娘，耶稣用的字是 oatos， 煞食五块饼2尾鱼的生食了后，伊讲的即个饼是当时用大麦仔做的饼。对犹太人来讲，迄是长久以来生活中上界要紧的米娘，总是迄是互送香的人食的。有当时啊，即个饼甚至摕来饲精生。耶稣毋是用上顶上赞的小麦仔粉做的饼，毋是咱今日食的胖啦，毋是遐遮精致的物件，伊是用迄个大麦仔做的迄个饼，互散赤人食的饼，来象征家己是天顶降落的米娘。伫台湾来讲，毋是鱼翅，毋是鲍鱼，是番薯签梅，就是番薯签。古早就是番薯叶。我的阿公阿嬷到生活较好过的时阵，大概迄个番薯签摕出来，番薯签梅摕出来，头了挖过，连看都无爱看，讲啥？食甲安那神啊！对阮来讲是足神圣，番薯叶足好食，番薯签梅嘛足好食。我阿公阿嬷讲，莫阁捧这个物件互我，因为迄是散赤人咧食的。用大麦仔做的饼，毋那实际上无好食。对听到的犹太人来讲，上帝临在的记号应该是玛纳，是迄个甜甘蜜甜的玛纳，哪会是即个互精生食的大麦仔饼咧？用台湾的话语来讲，上帝同在的记号应该是鱼翅，是鲍鱼，还是啥物好食的物？哪会是番薯签梅、番薯叶啊？所以，侪人听到了后，感觉这个话真困难，学伫听落去，伫原文内底这个困难的字意思嘛有足定的意思。所以经文讲6章60节讲，侪人感觉伤解困难呐，听袂落。其实嘛咧讲，这个话伤定啊，吞袂落。所以耶稣解释讲，伊家是天顶降落的米娘，伊甲玛纳对比了后，就讲爱啉食我的肉，我的血。兄弟姊妹，毋那犹太人听袂落，伊的文道的中间，共款嘛有人挡袂牢，因就决定越头
离开耶稣，无要搁甲耶稣继续同行。毋通袂记伫遮个门徒伫头前才看到耶稣最的成绩，看到伊医治变碎38年的人，看到伊互5000个人食饱，看到伊伫海的顶面行。毋过对散车的人来讲，对迄有一顿无一顿的来讲，耶稣即种定定有营养、真歹吞落去的美娘，是因真正医治性命一定爱有的美娘。对体验过枵的人来讲，反倒是营养，迄是必要的美娘。只有伫即款的美娘内底，才有活落去的动力，不断活落去。煞到永远。这句话讲了，咱看到第6章后壁60以后，耶稣问一个问题，看伊的12门徒问讲：恁也要离开我吗？这个时阵，彼得就出来告白讲：我搁要军队即追你，在你有永远的活命，你是上帝的圣者。今日真侪兄弟伫读圣经的时阵，感觉无趣味、无滋味。安尼你爱甲上帝好好祈祷，因为你袂阁感觉枵啊。你的灵性的生命中间，无迄种枵的感觉，无迄个渴慕，你的腹肚袂枵，你就袂食；腹肚袂枵，袂食，灵性要安怎得到勇气？所以，咱今仔日在座的兄弟，听到这段经文，咱转去好好问家己：我是毋是对上帝的话语无感觉？我感觉无好食，看到就感觉无聊，真定、真歹步，吞袂落去。若是安尼，咱需要好好甲上帝祈祷，咱连灵性的枵拢无啊！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这嘛是一个提醒咱转来上帝面前，求主互咱体验到灵性的枵，对伊有渴慕。所以马太福音内底讲，枵喙大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足。这毋那是日常生活的食物尔，若是咱的灵性的生命中间无这种枵，求主帮助咱。求主的圣神帮助咱，定心去体验到灵性的枵，定心来恳求来食耶稣这个对天顶哇所收束的美娘。第三个较要紧的是，玛纳的意思是讲这是什么？以色列人看到玛纳，因就问讲这是什么？同款，甲耶稣做伙的人，军队伊的人嘛咧问讲。这个耶稣是什么？所以耶稣甲因回答：我就是生命的粮，信的人食了啉我的血以后，要有永远的活命。安尼，我们问一个问题：这个永远的活命，除了伫上帝眼中永远活的这款的活命，佫会是什么款啊？请咱转来看第6章。上头前五底饼两尾鱼的故事，当耶稣饲饱5000个人的需要，就问要饲饱5000人的需要的时阵，伊大声先问伊的学生腓力，腓力看到的是啥？腓力讲用200两的银来买饼，也无够价，互因逐人得到担保。腓力看到的是眼前的困境。就算伊已经看过耶稣医治变碎的人，知影耶稣有医治的权能，伊犹原无确定眼前的困境要安怎来解决，要安怎来处理。另外一个门徒安德烈比起腓力，伊对耶稣的认捌就无共款。伊知影耶稣有气力，也毋过伊无确定迄个气力大到什么程度。伊做一件代志。伊将一个查甫囡仔带来耶稣的面头前，讲：这个囡仔所有的是5块饼2尾鱼。所以安德烈
伊看到的是有一点点的资源，虽讲伊看即个资源无够野，也毋过伊甲即个无够野带到耶稣的面前，伊将即个困境摕来耶稣的面前。这嘛是后来安德烈师傅银行的精神，将各种无共款的资源收集起来，互需要的人得到满足。就算简单一点点啊，一chút chút啊，也值得咱去收集。伫遮，圣经内底有即记载大名的门徒腓力，甲即个无记载名字的查甫囡仔，真做真鲜明的对比。毋通袂得记，即个囡仔是甲伊所有的迄顿饭的拢总完全的饭。在咱看毋食米，在迄个囡仔看是伊的迄顿饭摕出来，在座无一个查甫人，或是查某人摕出伊的迄顿饭。有一个囡仔，咱毋知伊几岁，咱毋知影伊的名，伊将伊迄顿所有物件摕出来，总是伊这所有一切摕出来了后，虽讲咱无法度看到经文安那记载。即个囡仔对困境的想法，也毋过咱对伊家己的作为，献上伊迄毋食面的意顿。伊敢是准备好要摇巴肚啊？伊献出来，敢是准备好要摇巴肚啊？还是伊献出来表明伊相信耶稣会互所有的人食饱？我无确定。也毋过伊用伊的行动讲出比任何人搁较大声的话。伊献出伊所有的，互耶稣运用。伊注目看耶稣会安怎处理。耶稣擘饼祝谢了后，开始分饼互人食，伊也嘛是共款。毋那每一个人食饱饱，阁有剩到放满10年啊！耶稣是活命的饼，就是安尼。当伊解碎的时，伊甲家己拍破，甲伊的性命分予所有愿意啉食的人。迄个愿意去啉食耶稣血脉的人，就要得到伊的即款活命。安尼，咱要安怎看？咱是毋是真正有得到即款的活命？除了灵性顶面对上帝话语的妖的感觉，咱嘛爱行共款的代志。伫平常的生活、肉体有限的生命中间，会当去看见耶稣生命不断的生团的关联甲动力。当耶稣的活命真正伫你我的生命中间，咱就愿意将咱所有的一切拢献上。伫遮，就算这所有的一切伫别人的眼中看起来是毋食米。会五块饼2尾鱼，是歹食歹吞的小块的物件，也毋过咱会有属灵的眼光，知影这的物件，耶稣要来使用。耶稣要使用这的毋食米，咱生命中间，咱的可能毋食米的才能，耶稣要用伊来显现伊的活命。重点是互别人得到帮助，咱就会当仰望上帝通过耶稣奇妙的作为，咱会欢喜，互主来使用。伫遮爱强调欢喜，互主来使用，毋是心不甘情不愿，就算摇巴肚嘛欢喜甘愿，何况上主要互咱摇巴肚。当耶稣点伫咱的内面，咱分享耶稣的活命的时阵，咱就会看到咱的肉体俗世的所有，嘛会当成做新约的一部分。当咱集体伫耶稣的内面，集体参与这个新约的时阵，咱集体的生命。要加做其他人看见耶稣是活命美娘的记号。亲爱兄弟，古早时以色列人问讲，对天降落的饼
是什么？今仔日耶稣来问咱同款的问题。耶稣是什么？耶稣对你、对我来讲是什么？仰望咱的答案是：你是活命的美娘，我无你活袂落去。也因为这款的活命，阮会当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坐落来共道食饭，做伙啉食，也是因为这款的活命，咱会当献上咱的所有，互咱的主，无去耀入别人的眼光。今仔主神看上帝要安怎使用咱所献上的一切，咱三甲来祈祷。永远的上帝，感谢你手赐活命的美娘耶稣基督，愿恳求你，互阮啉食你的血甲肉，有份伫你永远的活命内底。恳求耶稣点伫阮的内面。互阮也点伫你的内面，求你互阮独行教会的兄弟姊妹有集体热心，讲你有永远的活命。求你互阮有即款拍破家己、分享家己的活命，亲像你捌拍破家己，将活命互世间共款。互阮有即个机会，有即个勇气。有这个动力，加做活命美娘的记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甲来因回应的诗，圣诗259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起立因全首。耶稣是阮心所欢喜，主我命可赐更变，让这世间心为我力，愿我可离心为安宁。你的真理
也这车坐，出现请缅甸执事甲罗伊执事。下面我来报告，请咱分开周报的第3面。本周的金句，我读一遍，大家煞只读2遍。本周金句，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这个饼，就活到永世代。可我所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的活命，才想事的。约翰福音6章51节。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这个饼，就活到永世代。可我所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的活命，才想事的。约翰福音6章51节。我是活的饼，对天降落的。人若食这个饼，就活到永世代。可我所要互人的饼，就是我的肉，为着世间的活命，才想事的。约翰福音6章51节。第3面则有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的事奉表，请咱兄弟第一来看。第4面本会消息：第一，天主日，真感谢复兴教会王秘书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来勉励咱，多谢伊的辛劳。下主日，咱邀请蔡三雄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会后有妇女团契邀请蔡牧师的专题，菲律宾书的查经吼，欢迎咱兄弟参加。第3点，今主日爱餐了后，中昼12点，伫3楼的会议室召开1月份的中集会。第4点，今仔日礼拜了后有爱餐，真感谢陈秀云长老的准备，请公益小组饭后的休息，愿主祝福。第5点，
1月17日拜三的祈祷会本就是邀请温柔小组甲德行小组的小组长甲组员来参加。嘛，咱兄弟会当来做伙来祈祷，摆咧咱家己甲教会的需要伫上帝的面前，咱会当来体验上帝对咱的恩赐。第6点，请咱家己看。第7点，咱伫3月初3拜日要召开会员的好会，请咱各部组会长、圣歌队主力学等等伫1月28日进前来提交事工的报告甲事工的计划。第8点，中执会有议决今年的新春青社礼拜延后1天，伫初2甲2月11日的主日礼拜联合起来举行请兄弟礼仪来参加。第9点，关怀协会有申请到政府的补助款，总共是63640块，感谢同工的辛劳。第10点，新年度请各团体更新交易厅内底各团体公布的内容。第11点，第1季1月到3月圣工的分担表已经编领完成。欢迎兄弟办公室来摕。第12点，咱昨日总统的大选投票日，本会有提供1楼副长做铺开票所，真感谢各方有技术协助场地事务。第13点，1月28日拜日，咱主日的这个礼拜了后要举行全教会的大摒扫，要剔除圣诞的布置，由各团体分区域来摒扫。总务部的陈木生长老做总指挥，请兄弟配合所属的团体，由会长来分派工作。无参与伫团体的兄弟，请依照恁的年龄，甲来支援各团体，共襄盛举分配区域，请咱兄弟家己来看其中这个妇女团体的部分是摒地下室的餐厅以及1楼的厨房才做一个更正，毋是变数伫迄天爱餐组有准备简单的午餐。今仔日要举行1月份的寿星庆生，名单如下：大孙爱、大清发、谢婉梅、大培贤、林金銮、詹明才、黄奇玉稍等一下我先念一下。洪博璇、韦启明、尤乃琪、单秀霞、李宗庆、杨雅婷、谢小溪、池正浩、单秀春、单宗福、詹磊峰、苏洪恩、洪瑞成、洪承彦、罗雄耀、陈杰瑞、罗新梅、杜永恒咱来为遮来为因庆生团体小组的消息。第一，将年团体今主日爱餐了11点40分，伫1楼副堂有聚会，由陈木生长老来主理，主题是实时感谢、实时祈祷，请客友踊跃参加。第2点，新年度已经开始，请客友黄孝群长老交1000块的会费，也欢迎邀请60岁以上的兄弟加入。第3点，2024新眼光的读经将要对教会整体的规划来定办法，请客友有备心来参加咱教会今仔日总集会讨论咱有备伫2月份第一礼拜要刊登查经的这个题目甲答案咱即季是查考出埃及记、士师记甲马可福音，就是对新眼光的这个进度那今仔日是读到出埃及记第12章请兄弟赶快跟上第2点，青少年团体
今主日上午11点20分，伫5楼的副堂聚会，主题是爱我到底，主理是陈雅文辅导，欢迎客友踊跃参加。第3点，兄弟团契伫1月20要查考马太福音21章。第2点，邀请咱兄弟踊跃加入兄弟团契，会费是每一人2000块。请用尤俊荣会长来接洽。第4，妇女团契伫后礼拜上午11点20分，伫1楼的副堂有举行扩大的聚会，邀请蔡三乡牧师专题菲律比书带读，欢迎兄弟踊跃参加。第5点，社青团契伫后礼拜聚会是主题是感恩日记主理陈雅文、苏慧、杨雅婷。第6点，主日学后礼拜伫4楼的副堂召开教职员的会议，请老师甲同工出席。伫后礼拜上午8点45分，伫6楼鱼菜共生的农场要采收绿天使莴苣。礼拜了后，伫1楼的走廊嘛有义卖1包50块，全部要奉献给主日学。欢迎兄弟来，黄千珍姊妹来接触。第7，献歌队欢迎所有爱唱歌的兄弟做伙来参与伫献诗的这个班列第2点，伫1月28日拜日下晡2点，台北圣乐推广协会伫大社教会要举办经典的俄罗斯合唱演习会。免费的，欢迎对合唱有兴趣的兄弟，来报名参加，来请队长尤来记来登记，到1月21日截止。第7也有顶周的奉献报告，若是有错误的，请财务部长林主座长老来反映好，咱来介绍新朋友，坐伫迄个。云妹节后壁，迄是较早咱的会友是什么会？是正道遐边这位是第3排。好，咱欢迎伊我忘记他的名字。哦。欢迎你来，你请坐。好，今仔日嘛，咱介绍到遮先欢迎迄个加拿大转来的温哥华的兄弟洪辉兄好，请坐好，安尼咱下面来庆生。咱请1月份的手车徛起来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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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做伙为着咱家己教会，还有集体需要的兄弟来祈祷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若是倚靠你，心就会得到安宁。伫你遐有平静甲安稳，信靠你的人要得到拯救。你要赦免伊拢总的罪，医好伊拢总的病。阮专心寻求你的帮助，你就要使阮疗伤未到的稳定。求主即时救赎阮的性命，脱离死荫的山谷，用仁爱甲慈悲做阮的冕旒。求主看顾阮当中年岁大、辛苦白疼的兄弟，
主啊，你赐因教业的稳定，有完善的医疗，甲亲人的照顾，每一天有好好啊运动复健。望因会当伫主的保守下面恢复起来。求主看顾过聪明牧师，伊头戆无精神，行路袂稳。甜米姐求主会当互伊恢复体力有胃口。洪章兄弟伊正病的腰、筋肉有发炎无好势。吴觉生兄弟的身体也求主医治。阮也特别感谢上帝有怜悯甲医治，伫阮几若位的兄弟的身上，互阮看见，伫拄着大患难的中间，主悠然为因开道路，医治因的病来见证主。伫新的一年，求主保守阮兄弟的工作有新的进展，会当安稳向前行，伫上帝的道路。也求主带领因带新的牧师来到阮的中间，牧养阮正羊群。阮将这个恳求甲感谢摆在主的面前，求主施恩怜悯成全，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那弟姊妹，咱做伙来吟，我用主的听诚心来听你，彼此请安。你回来了。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愿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主的荣耀，我愿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来吟上行的诗，正诗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吟诗煞请王牧师作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撒家伫地，对一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也这请坐，列岛闭会。